们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所有在网络直播的教会的朋友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黄国伦牧师。大家好，我是李金玉。好吧，我们用一个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自己来到今天晚上的奇迹之夜。我们在这里呢，还要邀请你们向200万的观众挥挥手，因为除了现场的你们之外，还包括了全台湾有700多间教会，超过11万人在网络上面同步收看，另外还包括了海外的网络直播。我听说在马来西亚也有许多的聚会点，有上千的人同时在跟我们收看这个节目。没有错，如果再加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的话，我们肯定超过200万，将近300万人，向他们挥挥手。耶！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叫做奇迹之夜吗？因为我们的弟兄林书豪在短短不到1年的一个时间呢，他从一个可能不是许多人认识他，成为全世界大家都认识的一个奇迹式的一个人物。在他背后，今天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故事，要来跟大家来分享。没有错，我们都知道，在《时代》杂志把他选为100大影响人物名列第1号的时候，美国的教育部长曾经说，林书豪着实为美国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但我相信，不只是美国人，他为全世界上了非常重要的生命教育。但是我个人就很好奇了，华裔的身份，像林书豪，你知道他在 NBA 动辄210以上的公分，他191公分。他说他其实经历了很多挫折。国伦牧师，你在美国长大，对不对？对，所以我也很想问问你了，这个奇迹到底怎么发生的？你在美国有没有碰过什么挫折啊？其实华人呢，在国外呢，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是啊，许多人都遇到许多的一个困难。但是金玉，你知道吗？除了我例外。为什么？许多人都不知道，以为只有林书豪会打球。其实呢，我在高中的时候呢，也是篮球校队啊。真的吗？真的吗？你怀疑吗？以你的身高，你有意见吗？是怎么回事呢？这其实是有秘诀的，是没有人知道的。是啊，贵校是没有人了吗？不是没有人，因为我的学校呢，其实是一个只有女人的女校。哦，真奇怪。所以我呢是当时呢第1届的男生，所以呢非常自动的，所有第1届男生呢都成为校队了。是，原来如此。对，没有错。你这么侥幸的进入了篮球队。那你还混得下去吗？我可是有2下子的哈。是哦。因为打篮球之前呢，我是打功夫的。是哦。对，所以我每次在传球的时候都会喊声，所以很多人在接球的时候都会被我吓到。那我每次带球上篮的时候呢，会带着飞踢，所以呢，我马上成为整个全校的一个景点。是哦。全部都来看我打球。厚哈的功夫，为什么没有在篮球界继续发展呢？这个说起来也非常的奇怪哈，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长差不多这样子高了。是。所以现在还这么高。我到高中的时候呢，好像也是这么高。结果有一天发现呢，为什么我所有的这个队友呢，过了一个暑假，每一个人我都要仰望他，我再也抢不到球了，所以我从此改打网球。所以啦，李小龙上身也没有用啦，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打篮球也好，打网球也好。打工也好，是打歌也好，是，其实很多人都在中间经历上帝。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哇，这可不得了了，不得了了！75个幕前幕后的艺人主持的艺人大师班呐！艺人大师班的，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艺人大师班呢。你知道吗？包括了演员啊、歌手啊、什么金牌制作人啊、什么王牌大编曲啊、新闻主播啊，你看看在里面有谁啊？宣荣、宋一鸣、陈维林、何荣、季宝如、李明一，哇！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啊！对，何芳、寇乃馨、洪金瑶。天哪！然后接下来，那里，那边我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奇怪，他的名字也很奇怪。他本来长头发，怎么变短头发？对，而且留了胡子。这个不是国伦老师吗？是啊，怎么跟你的名字一样呢？我听说只要叫黄国伦的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牧师讲的话，我怎么敢反驳啊？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接下来就要欢迎这个艺人大师班，我们就要把这个棒子从黄国伦牧师交给黄国伦老师。加油啊！哈利路亚！加油！大家晚安。他是黄国伦牧师，我是黄国伦老师。不管是牧师或是老师，或是你是各行各业，你是总经理，或是你是一般的职员，万国万民，各行各业所有的人都要来赞美我们的主，阿门。
我跟各位报告，这是艺人大师班，艺人平常不太容易排排站在一起，除非赈灾晚会。但是这么多年来，因着爱在四月天的连结，有非常多的艺人愿意站出来，一起来荣耀我们的主。更在今年，我们成立了一起发光协会，就要学习像林书豪弟兄在 NBA 为主做见证，我们也要在演艺圈为主发光。所以一开始要由艺人大师班献唱一首我们的歌，这是我们向主的祷告，这是我们对这世界的宣言。Arise, artists, shine for love.Arise, artists, 一起发光。Come on！ 手机我来。Arise, artists, shine for love. Arise, artists, 一起发光。Come on, sisters, Come on, brothers, 一起发光。我们虽然来自四面八方，却在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就是 Come on, shine for love。我们身上若有一些光芒，就是预备要把世界点亮，一起 shine for love。Arise, artists, shine for love. Come on,一起发光。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For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nd now it's time. Rise and shine. 耶稣已经复活，众王一起祷告带头 ，Everybody 欢庆快乐，不管 day and night. For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now it's time. Rise and shine. 我们虽然来自四面八方，却在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就是 Come on, shine for love。我们身上若有一些光芒，就是预备要把世界点亮，一起 shine for love。All right, artists, shine for love. Come on, artists, 一起发光。虽然乌云遮蔽，不见阳光。Come on， 我们仍要大声歌唱，见证热忱凯歌再次回唱。Shine for love， 手借我来。Everybody， 把手抬高。Shine for love，Come on， artists， 一起发光。Sisters， shine for love. All right, brothers, 一起发光。Everyone, artists, shine for love. Arise,
这是我们献给这个世界的歌，不只是他们是 artist， 你们都是神所造的 artist。跟隔壁讲说，你是 artist。我们都要在各行各业，我们都要在每个领域，把神的荣耀发明出来，把他的美善彰显出来。阿门。OK， 弟兄姊妹，这世界上，这宇宙中最伟大的 artist 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阿门，阿门，耶和华，你以能力创造大地，你以智慧建立世界。哦，主，你以聪明铺张穹苍。主啊，天属你，地也属你。主啊，我们都属你。主啊，每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位创造奇妙、最伟大的上帝，可是他却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呼召你们一起跟我们大师班来敬拜赞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啊，我神，每当我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我们一起来唱副歌。我的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你真伟大，哈利路亚，何等伟大，何等伟大！我的歌唱，我的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们来唱第二节。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的儿子，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将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背我的重担，流血舍命，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所有的朋友举起你的手敬拜主。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何等伟大！我的灵歌唱，我的歌唱，赞美救主我神。
中间。当我们宣扬你奇妙作为，颂赞主他，主生命全能上你，喜在今在，尽在永在的父神，颂赞主生命全能上你，你作王到永远。我们请女生姊妹来唱，天上的父神，来，弟兄跟我来。在全地上尊崇哈利路亚你生命。我们请弟兄来唱，国度如今降临我们中间。当我们宣扬你奇妙作为， Come on， 一起来，颂赞主生命全能上你，喜在今在，尽在永在的父神，颂赞主生命全能上帝，你作王到永远，你作王到永远，你作王到永远，到永远。哈利路亚！让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哈利路亚！我在这边看到你们一起唱诗敬拜，我非常感动。我特别感动看到王雪红小姐，她手舞足蹈，向着神大大的歌唱。我们来学习她。台湾的首富，怪不得她会成为首富，因为她跟神大大的张口，神就大大的充满。所以接下来弟兄姊妹有一个挑战，我们要来欢喜跳舞来赞美他。起立，起立，起立！这是跳舞的时刻，这是欢喜的时刻，因为主做王了，因为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万王 Come on， 之王，他是万主来，之主，他名是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啊！他是我王，来唱台语。一西班哦，哎哦，一西班主，哎主，手借我，他名是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啊！我爱不懂。来，请弟兄来唱。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便是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啊！他是我王，姊妹来唱台语，Come on，西班哦，哎哦，唱大声一点，姊妹来，Come on，哎主，手举起来，他是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啊！我爱不懂。来唱国语，一起来。
我们欢喜，因为你作王掌权，所以我们一无挂虑，所以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我要向他唱首诗。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把手举起来，我们向主来唱新歌，因为他今天晚上要做新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向他高高的举手，我们自由来赞美他，我们开声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哦，主啊，我们何等的欢喜！你可以兴起主啊，这么短的时间，你也可以兴起我们，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的神，你是做新事的上帝。在旷野看到了，继续赞美他，继续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赞美你。哦，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宣告，万人都要得救，所有的人都要来认识你这位奇妙的上帝，每个人都要改变，有新的生命。要向他唱首新歌。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请安静的坐下。我们仍然在神的同在里面赞美他。我们要向主来欢呼。我们请艺人大师班带领我们。主耶稣，我救主，无一人能像你。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大爱。你是我安慰师。你是我安慰师，我避难所和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敬拜你。我们一起来向主欢呼，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跪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我要欢唱，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是无能与你的应许相比。主耶稣，我救主，无一人能像你。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大爱。你是我安慰师，你是我安慰师，我避难所和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敬拜你。向主欢呼，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都归给他，归于君王，众山跪拜，众海洋
颂主的生命。我们起立来唱，我要欢唱你把手举起来，赞美他，永远的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无一事无能与你连续，像无一事无能与你连续，像无一事无能与你连续，像无一事无来轮唱这句话，来宣告主的应许。无一事无能与你连续。无一事无，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相信神的应许吗？神的应许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你相信神的应许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相信神的应许？耶稣对我们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着生命的光。哈利路亚！哦，主发光。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要得着主的光。台湾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主的光。我们以喜乐来唱这首歌。主的爱的光辉正照亮，在这黑暗弯曲时代中，耶稣世界真光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来跟着我做来。哦，主发光，让这地充满父神荣光，灵火焚烧，焚烧众人心里。有姐妹举起手来 ，Come on！活水永流，一次爱怜悯恩待万方，就发定力，主啊照亮这里。今天晚上有多少人要遇见这位真光的？把手举起来，哈利路亚！让这个光进来 ，Come on！主，我们仰望你的容面，愿荣耀借着我们彰显，生命更新天天不断改变，愿你真理荣美让人看见，光照我们，亲爱的朋友，把你的手举起来，跟着我来。哦，主发光。
主发光，让这地充满父神荣光，灵火焚烧，焚烧众人心灵。把掌声归给他。